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伫日本2战过后，众议院大选当中，头一届摕到超过2/3的席次。接落来，除了爱赶紧来通过2026年的总预算，推动财政措施，伊也讲到修宪。高市早苗拍算完成前首相安倍晋三做不了的，甲自卫队写入去宪法。自民党、日本維新の会の与党で合計352という非常に大きな議席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重い責任の始まりです。身の引き締まる思いでございます。自民党甲高市早苗带着真昂气势，伫众议大选中单独抢下超过2/3的316席，加上日本维新会36席，将爱众议352席绝对优势，也使得在野党对所谓高市以强态势提高警觉。所来2月18日本会召开特别国会，除了进行非常知名选举，也会确立高市第2次内阁。所来都是上重要的。日本要赶伫4月新财政年度开始进行通过的，因为进行改善国会所推演的2026年政府总预算，甲各项财政新措施，高市也对外表示有一个真重要目標。国の理想の姿を物語るのは憲法です。この国の未来をしっかりと見据えながら、憲法改正に向けた挑戦も進めてまいります。未来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一人一人が絶えず挑戦を続けることで作り上げ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的修宪爱伫参众两院拢摕到1/3的赞成，搁交付全面公投，公投有效票过半就当通过。虽然自民党摕到众议绝对主导权，也毋过伫参院248席中，自民党甲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只有120席，也毋过加上偏向支持修宪的国民民主党甲参政党，有可能超过2/3的底限。过去政治上，安倍晋三也将修宪列为重要课题。2018年，安倍任内伫自民党大会上公布修宪草案，包括将自卫队入宪改明文化。因为迄当时受到在野党的阻止，就连迄当时联合执政的国民党也持保留的态度，一直无达成。即马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修宪的立場，甚至比自民党强硬，加深在野輿論。戦略3文書を前倒しで改定し、安全保障政策を抜本的に強化します。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伫2022年制定的安保3本件，也防白日高市政府2026年底进行的重点要务，为了推动再军事化，像强化日本公司军事能力、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等，拢会是日本众议大选了后的政坛，甚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公视新闻安宗伟编译。